歡迎大家翻嚟同我哋一齊揾嘢。究竟小朋友嘅天賦會唔會俾父母扼殺咗呢？如果你發現你嘅小朋友有某方面嘅天賦，究竟你應該做啲乜嘢呢？我哋應該點樣去幫助小朋友展現佢哋嘅天賦呢？今日我哋就嚟講下呢個問題。嗱，咁喺正式去片之前，希望大家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哋嘅 channel。咁以後我哋有類似嘅內容，你都唔會錯過啦。天賦潛能啊，其實就係每一個人與生俱來嘅能力嚟㗎，係喺你出生之前就已經具備嘅一種潛能。而呢一種潛能啊，係每一個小朋友都具備嘅天賦。科學研究就發現啊，人類喺嬰兒成長期係大腦發展最快同埋最敏感嘅時期，同時啊，呢個時間亦都係對小朋友嘅天賦發展進行開發最佳嘅時候嚟㗎。不過唔知你知唔知？天賦嘅開發其實係有時效性㗎，即係咩意思呢？科學家就將呢一種時效性界定為天賦時效窗，即係話喺呢個窗口期過咗之後呢，你嘅天賦就不能夠再被完全開發㗎啦。只有喺最適當嘅時候給予最正確嘅培養，呢一種嘅天賦啊，先至能夠得到最大化嘅發展嘅。如果小朋友錯過咗呢一段發展期，好可能佢嘅天賦就會被埋沒。或者就算被開發，都唔會得到原本咁大嘅成就啦。嗱，以下咧就係一啲關鍵時期嘅分水嶺俾大家以作參考噶。天賦發展嘅關鍵時刻啊，分別為啦，記憶力咧就係12個月至12歲嘅，情商啊即係 EQ 啦，就係2個月到22歲，智商咧就係由初生到13歲。音樂就係2個月到5歲，哇！音樂就真係要好把握啦，即係5歲之前啊，其實應該要開始發展啦。咁啊，繪畫咧就係初生到15歲，運動咧就係初生到12歲。情商到22歲，但係而家我識嗰啲人啲情商都好低，係未發展完咯，因為你未夠22歲，所以你哋嗰啲同學朋友係可以好低嘅。因為就係22歲嘅之前都冇發展到咯。我覺得情商係一種最難發展嘅技能嚟嘅，相對地嚟講，可以去完全係零嘅，有啲人係。跟住落嚟咧，我就會介紹3個發掘小朋友天賦嘅具體方法同埋指引。其實最重要咧，都係要細心觀察同埋記錄啦。第一個咧就係唔使催嘅專注力，我哋要好留意小朋友究竟喺啲乜嘢事上面佢哋會自動專注啦。例如係踢足球、玩積木，又或者係好專注咁樣聽音樂，呢啲咧都係天賦嘅潛在方向嚟嘅。第二個咧就係佢哋唔使花費一啲額外嘅力氣去學習啦。咁如果小朋友喺某一個領域，即係例如語言啦、計算啦、跳舞，又或者係音樂，佢哋啱啱開始接觸咧，就已經好輕易可以掌握到嘅話，又或者通常咧，佢哋可能會叻過佢哋嘅同齡人少少啦，咁都代表佢哋係有潛在嘅天賦嘅。第3個咧就係追隨興趣同埋好奇，即係咧我哋要成日觀察一下小朋友佢哋通常會問嘅問題啦，例如佢哋問點解打雷會跟住閃電嘅咧，同埋觀察一下佢哋好中意嘅角色扮演，呢啲咧都可以反映佢哋嘅思維模式嘅。好啦，咁聽完阿懵嘅講解之後啊，我哋就即刻入正題啦。究竟家長發現小朋友有某方面嘅天賦啊，應該點做好呢？但我哋要講點做之前啊，其實最好應該講咗咧，乜嘢係唔好做嘅先。根據註冊心理學家程慧強講啊，好多時父母發現小朋友嘅天賦之後咧，就不斷咁希望去栽培佢哋啊。而呢一種栽培咧，往往係開始去到罔顧咗小朋友嘅興趣。究竟你小朋友係咪真係對呢一樣嘢、呢個活動有興趣咧？咁好多時其實小朋友冇呢方面嘅興趣啦，而父母就不斷咁樣再去強迫佢哋繼續落去啊。咁其實而呢一種嘅逼迫啊，到最後可能咧係將小朋友對呢一方面嘅興趣咧，完全抹殺咗噶。咁如果父母純粹係為咗唔好浪費小朋友嘅才能，而去不斷咁強迫小朋友再努力啊，佢到最後冇晒呢一方面嘅興趣，其實就等於零噶啦。多元學習坊高級總監吳海林 Bonnie 就講啊，其實每個小朋友都係天才嚟嘅。咁佢就表示啊，美國一名學者 Professor George Land 啊，就做過一個調查，就調查咧1600位3至5歲嘅小朋友啊，睇下佢哋嘅創意究竟去到乜嘢水平啦。而調查嘅結果係出人意表啊！嗱，要注意呢一個同樣嘅測試咧，都係用喺 NASA 美國太空總署裏面噶。而
而個結果顯示啊，竟然有98%嘅小朋友啊，創意方面都係天才級別嘅。Bonnie 就表示啊，其實每個小朋友做呢個創意測試嘅時候啊，都係天才級別嘅。但係最可惜嘅地方係咩呢？同一批小朋友當喺18歲嘅時候再做翻同一個創意測試啊，結果只係得翻2% 嘅人啊，佢哋嘅創意仍然可以停留喺天才級別啦。點解呢？係咯，點解呢？咁其實結果都顯而易見啦，即係話其實我呢個社會啊，好多規範啦，好多條款啦，大人亦都俾過多嘅期待呢啲小朋友啦，去即係迫使佢哋跟隨一條路徑去做啊。不過我都發現創意好似真係天分嚟嘅，係即係到大個我哋接受嘅教育都冇一樣係可以幫到我哋，即係可以更加多創意啊咁樣。證明傳統社會嘅教育制度同埋教育模式唔係太過着重去發展一個人嘅創意能力啊，所以就大部分都有所欠缺咯。你哋都發覺，尤其是我哋香港填鴨式教育啊，係真係好着重背誦啊，同埋一啲規範性嘅嘢，將呢一啲規範性嘅嘢做一個比較完美化嘅發展啊，而唔係話我哋容許一啲創意去孵化。創意嘅孵化其實係佢唔會變成完美噶嘛，亦都你唔能夠俾一個客觀嘅分數佢噶嘛，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係真係香港社會係真係幾欠缺嘅。所以啊，其實如果父母係睇得出小朋友有呢一方面嘅天才，而其實啊亦都想跟隨而家呢個社會發展嘅步伐啦，就係越嚟越着重創意呢個部分啊，咁其實父母更加要學習點樣去發展小朋友嘅興趣嘅同時咧，係保有佢嘅興趣同埋佢嘅天才級別嘅創意能力啦。咁究竟家長應該點樣做啊？嚟到去保存小朋友嘅呢啲天賦呢？首先，我哋應該成為小朋友嘅導師，多鼓勵佢哋。嗱，好多家長啊都會好細心咁樣為小朋友挑選導師㗎。咁我哋見到啦，要揀最好嘅鋼琴老師，要揀最好嘅跑步老師，要揀最好嘅補習老師。咁但家長有冇諗過啊？其實你哋自己先至係小朋友第一個同埋最親密嘅導師呢。喺幼兒嘅成長過程裏面啊，其實老師嘅角色除咗係教授知識之外啊，最主要就係要激發到佢哋發展自己嘅潛能嘅。咁 Bonnie 啊舉出咗一個例子，佢就話啦：你試想下，其實你到而家最記得嘅老師，究竟係佢教識你一條好困難嘅數學啊，定還是係佢教識你一啲好艱辛嘅詩詞歌賦呢？其實一般嚟講都唔係㗎，反而係一個老師啊，能夠對你有最大嘅鼓勵，同埋得到最大嘅啟發。呢一類嘅老師啊，先至能夠令你有最深刻嘅印象㗎。哦，另外有印象嘅，好似都係一啲中文老師咯。係嘛？點解呢？佢哋係都好鼓勵我，同埋我淨係會記得小學嗰啲咯，佢哋都好錫我。跟住係真係啊，同埋咧嗰陣時，我係同佢哋講，我係唔中意睇課外書，但係佢哋就覺得我好有即係語言天分啦，跟住就會成日都鼓勵我，即係叫我參加多啲嗰類型嘅活動咁樣。係嘅，其實咧好多老師令你印象深刻，都可能唔係真係佢喺學術上俾到好多嘢你，好可能係你喺佢身上面睇到啲特質啊。譬如我以前一個鋼琴老師咧，佢係非常之嚴格嘅，咁上佢堂咧係好痛苦嘅。當時即係佢係會，你只要彈得唔好啦，佢一支鉛筆就哼落嚟㗎啦，哼到隻手紅晒啊，係啊，堂都喊住落堂嘅。咁但係你大個之後，你就發覺啊，其實原來做老師咧係有啲咁嘅堅持咧，對小朋友係好嘅喎。點解咧？因為原來一個老師其實佢可以 hea 上㗎，即係佢可以你夠鐘咁咪落堂咯，落堂咁咪收錢咯，係咪啊？但係其實一啲咁嘅老師，原來佢係真心誠意咁樣去將一啲好深刻嘅嘢想教到俾你啊，佢仲緊張過你。咁你到最後其實喺佢身上面得到嘅嘢係好多嘅。咁你亦都會仿效法呢啲老師，究竟我哋點樣再去培養我哋嘅下一代咧？你會得到呢一類型嘅啟發咯。咁佢講法啊，相反有啲中學嘅老師其實佢 hea 教咧，咁我哋而家大個就知道㗎啦嚇。嗰啲老師記住啊，你哋唔係好老師嚟㗎。咁所以 Bonnie 亦都講啦，其實咧一個好老師啊，都係要能夠啟發到小朋友積極努力咁樣向上啦，先至係一個好老師嚟噶。咁佢表示啊，發掘天賦啊係一個漫長嘅過程嚟噶，就好似農夫嘅角色一樣啊，為種子提供土壤同埋陽光啊，其實亦都係指翻啦資源同埋環境啦。對於小朋友嚟講，而唔係啊硬要將個種子咧拉高佢，等佢生高啲，唔係你夾
嚟咧就會有好嘅效果㗎。我哋亦都係建議啊，如果小朋友喺嘗試咗嗰種嘅興趣或者學習某一種嘅技能之後啊，發覺失去興趣啦，家長應該係尊重佢哋嘅選擇啦，嘗試再可唔可以探索其他嘅可能性啦。咁而優才楊欣有替書院小學部校長陳偉傑就表示啊，當一個小朋友上咗小學之後啦，其實初小階段嘅課業咧就應該唔係太重負擔嘅，小朋友就應該有更加多嘅時間咧參加各類嘅活動啊。咁如果小朋友能夠應付啦，就可以繼續啦。但係如果小孩子出現咗抗拒嘅情緒啊，咁其實家長咧可能要適當減少一啲活動啦。咁而到咗3年級之後啊，我哋更加需要做一啲取捨，因為咧各種嘅活動啊都變得更具挑戰性啦。即係佢到咗高小之後啦，咁佢每樣嘢都更加 advanced 啊，即係可能佢鋼琴級數又高咗啦，咁佢可能佢做一啲運動啊，佢個校隊個比賽嘅強度越嚟越高啊。其實小朋友嘅興趣同埋佢真正嘅天賦咧係開始有一個分野啊。咁嗰個時間都係一個幾好嘅時間，你對去取捨究竟你個小朋友應唔應該繼續嗰類型嘅活動啦。咁所以佢都表示啊，家長都可以針對翻小朋友呢一方面咧，做翻一個取捨同埋針對性嘅培養噶。咁而每一個小朋友啊，其實都係一個獨立嘅個體嚟嘅，佢哋都有住自己獨特嘅性格特點同埋能力特徵嘅。每一個小朋友都會喺某一兩個方面咧表現出一啲特長嘅。我樣樣都長。瞓覺時間長啊嘛？唔係。家長如果發現咗小朋友啦，某一兩方面咧係真係有興趣，而又有呢一方面嘅特長咧，可以針對性咁俾多啲資源佢哋咧，繼續去發展噶。有啲小朋友對某一樣嘢咧，其實係有特別嘅特長噶，咁但係咧佢哋就唔一定展現到好大嘅興趣喎，即係好簡單一樣嘢啫。我能夠彈琴彈得好叻，唔代表我中意彈琴噶嘛。可能我中意打波咧，咁好多時一個人佢中意做嗰樣嘢，唔一定做得好叻噶噃，係咪？可能我中意打籃球，但其實我打籃球咧真係好渣嘅，咁唔影響佢繼續培養嗰個興趣，因為講得出係興趣啊嘛，佢唔係一種維生嘅技能啊。我始終覺得，咁其實作為一種休息同埋一種自我嘅成全啊，所有嘅興趣咧都佢應該能夠培養咗一種持續性嘅享受啊，即係話佢能夠喺做嗰樣活動嘅時間咧，享受到嗰種活動帶嚟嘅樂趣。如果佢又中意又叻嘅，咁嗰樣嘢自然就事半功倍啦。咁陳校長亦都講啊，其實大部分嘅家長咧都好關注小朋友嘅弱項啊，就所謂嘅幫佢哋補底啦，即係我哋學習上亦都有補底班啦。而其實各位家長咧都好擔心，哎呀死啦！佢成日過去讀書，佢運動真係弱不禁風啊，個人做唔到運動啊，或者佢淨係識得打波游水，佢讀書真係唔掂啊。咁好多時咧都想幫佢補底嘅。咁但係陳校長都寄語啊，家長其實都應該咧揾到小朋友嘅專長啊，反而係以強為本啊，幫助佢哋發揮佢哋嘅專長。咁如果我哋能夠幫助小朋友發揮佢哋嘅專長，佢哋自然有自信啊。其實有自信之後咧，好多嘅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啦。咁我都贊同喎，一個人啊，其實最緊要係有自信啦。佢有自信咁去做一件事啊，其實始終都會事半功倍嘅。咁今日嘅話題就到呢度啦。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呢一類嘅話題嘅話，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哋呢條片啦。咁我係蕭 Sir，我係阿懵。拜拜。